繼上個學年嘅軟餐雞扎同埋豉汁排骨飯之後，VTC 喺24-25學年再次同嗇色園合作研發軟餐。我哋喺唔同嘅公開活動收集意見，原來最多人投票想我哋做軟餐佛跳牆。佛跳牆係中國傳統名菜，為咗隆重其事 ，VTC 社區參與辦事處除咗繼續聯繫到 Ivy 食品科技及安全高級文憑學生參與研發之外，今年更加有中華廚藝學院、廚藝高級文憑以及中華廚藝文憑嘅學生加入，務求令到軟餐更鮮味。兩間院校嘅學生上年年底展開籌備工作，首先就係要挑選食材。咁一個傳統嘅佛跳牆，佢嘅食材比較豐富啦，但係佢嘅質感呢，食材方面嘅質感就未必啱絕大部分嘅老人家嘅。咁我哋今次就揀咗5樣出嚟去做呢個軟餐嘅佛跳牆啦。咁就再同食品科技同學去合作，咁就希望呢個軟餐佛跳牆可以又好味啦，又符合到各位老人家食嘅軟餐嘅標準啦。揀好食材之後，同學亦都向專業人士取經，包括親身到院舍同廚師交流心得，一齊製作中式軟餐粽同埋月餅，又參觀軟餐工場，深入了解業界軟餐食品製作過程，仲有為網上長者健康平台健康蛋嘅節目製作軟餐牛肉球，創辦人蛋哥都為同學打氣。我好感動啦，即係佢哋喺度不斷追求緊一啲進步啦嚇。哇！呢個軟餐佛跳牆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我覺得如果你哋向住呢一個做牛肉球嘅呢個方向去做，再精益求精呢，跟住落嚟嘅產品一定會係更加貼心地照顧到一啲即係吞嚥有困難嘅朋友，佢哋一定會繼續試翻食翻一啲佢哋以前經常食到嘅好嘢。經過幾個月嘅努力，軟餐基本上已經成型，而學生喺製作過程入面，充分運用咗課堂上學習到嘅職專技能。製作過程中係十分之注重呢個食品嘅安全同埋衛生㗎。咁喺我呢個學科裏邊學到嘅就係喺煮所有嘢之前啦，你只要係掂到食物嘅嘢，都需要去經過呢個高溫消毒。我哋係真係好希望老人家係可以食得開心，而且係食得安全。為咗精益求精，學生亦都安排長者同埋嗇色園嘅代表試味，希望可以喺壽宴舉行之前再改良口感同埋味道。根本上咧，我哋啲老人家冇牙，即係好適合我咯。有佢個味道咧又唔錯喎，即係好似原味一樣。鮑魚咧，因為佢咧又香啊，又腍喎，因為搞得咧好碎。冬菇咧，即係我哋平時咧就多啲食啦，咁啊同埋咧冇乜牙都加剁碎咧，我哋都好入啲味道都好好。學生喺過去2個月作最後衝刺，調校芡汁，揾嚟最適合嘅器皿，測試蒸爐溫度，一切都係為咗保留傳統佛跳牆嘅色香味。而青年學院國際課程嘅學生為咗令到項目更加圓滿，設計咗食材公仔送俾各位來賓。唔經唔覺，學生為咗軟餐佛跳牆已經努力咗9個月。希望各位老友記鍾意呢一份嗇色園同 VTC 送俾你哋嘅生日禮物，祝你哋福如東海，壽比南山。